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运动实验套的，我是江秀菊老师，做书片业位是许继文老师，有书片业位是沈芳如老师。也谈谈了，来学简单的太极拳。大家知太极拳有多种，哈，有13式啦、24式、37、42多种，各种的风格。无天共样，哈！今本日呢，俺来学的是正子37式的太极拳。一种的太极拳，虽然讲每个年龄的人都可以学，不过呢，尤其是适合中老年人，因为也正子太极拳动作较慢，难度较无按难，哈！所以呢，对俺一中老年人学起来呢，身体较好，哈，可以养生，可以健身。好，要谈谈我来做，也还俺来先学太极拳37式太极拳底度的最大最重要的太极步，哈，客家来看下学，也两只脚打开来，脚尖对面前，一打开的法呢，差不多同肩头看的按法，哈，俺来做弓步，因为太极步是对弓步开始预备，好，弓步开始预备，怎样做弓步呢？好，起好来。胸腰，好，大拳，最重要，立身中正，身体要起张了。那起张，不过要不用强松，唔要绑很，尤其是那肩头啊，不用松了。好，下眼呢稍微往内收，头正，当个头拿当个哈，像有一条细细的绳子突然来的，好，莫按着头来的，莫按头来的哈。或者头又唔按着往上压过唔要。要往前平视，故说呢，下眼要稍微略低一点点，哈。好，弓步，一开始重心往左边移，好，手稳左边，右转腰，开右脚90度，好，右脚尖朝正前方，也还种个深一点，要脚就打开到3点的地方，好，移重心到右脚，记得咯，膝头对人的脚尖。好，坐稳了以后呢，要上左步，好，再把我们的胯锁一点点，往右旋转一点，锁一点起来，然后左脚变轻了，好，直接把左脚上一步的时候，脚一样是脚尖朝正前方，就记得咯。不要缩进来，同样维持两只脚有一肩宽度。好，移重心到左脚，同样膝头对着人的脚尖，好，记得两只脚膝盖往外撑开来。好，下面一动，左转腰，要脚卡下，好，往左一转，把右脚尖带进来，身体变正面前，好。左脚对面前去做弓步，右脚对后边，好，右脚的脚尖朝45度，也要做弓步，好，然后做太极步呢，就要开始做，好，太极步开始了哟。第一动踢的动作是往后坐，整个身体往后松沉下来，往后松沉的时候，记得，右脚的膝头对着脚尖的。对过去，哈，一天唔要往后跪下去，最重要的是要右脚的膝头一天唔好往内，要往我们的右脚的脚尖去坐稳它。好，第一动，松沉后坐到右脚。第二动，左转腰，打开左脚尖，超过45度。好，大概50、60度、70、80度打开来，身体会朝着我们的左前方，好，左片的前方。好，重心把右脚的重心送到左脚来，好，移重心到左脚。好，坐稳了左脚，坐稳了以后，要把右脚上一步上去。故说呢，左胯也是再稍微左旋一点，右脚跟松开来，先松右脚跟，身体要正。正了以后呢，松右脚跟，好，上我们的右步，也是直上一步，
这膝盖稍微放松一点。好，脚尖一落地，把重心移到右脚，移好了，坐稳了，合，把这个右胯收进去，右旋腰，右转腰，把左脚尖带进来，那就太极步第一步。好，再做一步。这是右弓步了，刚刚是左弓步变成右弓步了哈。现在我们在做第2个太极步，一样的重心从右脚移到左脚，移的时候也是膝盖对脚尖，对好来，坐好，好，身体要正。好，右转腰，开右脚大于45度，好，大一点，大概50、60度、70、80度都没有关系。好，身体也是朝 U 片右前方。好，移重心过来，坐脚重心移到右脚，移好了，坐稳了。好，稍微右胯往右一旋，把我们的左脚带上一步，不要收进来，带上一步。好，两个脚尖朝正前方，然后呢，慢慢的移重心过来。移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两个膝盖撑开来。好，下面移动，坐稳左脚。好，用右脚，用左脚为轴心，朝后来，左转腰，把右脚尖扣回来，身体回正。好，收。也很多弯两片哈，用左弓步变到右弓步。最重要的是要领是要先后坐，后坐以后呢，再开脚，再移重心按的，也还停挨着向下再做100哈。来，2只脚打开来1肩宽，好，立身中正，沉肩坠肘，肩膀不要耸起来。好，来，我们先做左弓步啊，从左弓步开始，做弓步，重心左移。转腰开脚，把右脚打开来，好，移重心到右脚，坐稳右脚，朝后来，做脚上一步，直上一步，脚跟先落地，好，把重心对右脚弯到左脚去，移重心，移好了，转腰扣脚，转过来，身体朝正面，也就是弓步预备。好，要开始做太极步了哈。第一的动作，往后坐，做好的，做的时候记得咯，膝盖对脚尖，朝后来。第2动，左转腰，大块安尼做脚，哈。第3，移重心对右脚弯到左脚去，向朝后来，好，上右步啦。上右步，要左胯，这个转一下，让右脚跟先松掉了以后呢，直接上一步，脚尖对正前方，然后再移重心过来，好，起上来，起后来，右转腰，把左脚带进来，要听一步，好，做个一步，后坐，一踢一步后坐，听一动。是转腰开脚。第3呢是移重心。第4呢，朝后来，把左脚带上去上步，好。第5呢再移重心。第6，转腰扣脚回正。好，故事太极步有可以分为6动。好，再做一次哦。第1动，重心移到后脚。第2动，转腰开脚。第3动，重心前移到前脚。好，坐稳前脚。第4动，上右步，把右脚上一步，直上一步，脚跟先落地。第5动，移重心。好，坐稳了。转腰扣脚，第6动，这样子就完成了我们的太极步。左边、右边，左片、右片，左片、右片，按来弯去，好，收。
功夫片有人要提哈，整鬼头的不管乜个太极拳，鬼头的太极步是最重要的步伐，哈，迄太极步迄行好来呢，太极拳就打较好较强。不过呢，不同的太极拳。太极步的走法有一点点不一样，今面学的是37式的太极拳的太极步，哈，主要有6动，一个是先移重，先后坐，哈，然后转腰开脚，各位都移重心上步，各位就在移重心，再转腰扣脚，哈，好，然后呢休息一下哈，1、2，吸气，吐气，3，吸气，吐气。好，休息一下。